啊，这个疫情降级了后，第一场大型的礼典嘛，伫今仔日登场。今年的礼典会当讲是一波三折，一来因为疫情一直咧延期，二来袂当来出国，规模嘛较求水咯。也毋过有5倍券甲国礼券的加持，嘛互民众出去佚佗的意愿较悬。业者拢推出着大优待，买去真旺。帮我完成10连制，手部消毒。等真久，疫情降级了后，第一场大型旅展总算登场，民众提早2点钟来排队，就为着这个红包。这什么用啊？摕到优惠券，虽唔知影要安怎开，不过会使确定的是，所落来要发的5倍券，佮开放抽考的各旅券，拢总会使摕去享受。如果抽到的话，会想要用在哪些地方？就是国内旅游，到南部去看看。东部，花莲、花东。10月登场的旅展拄着真侪危机，原本的夏季旅展因为疫情取消，只好拖到秋季做伙办。不过无国外旅游的市场规模嘛比永年求水，饭店业者为着业绩优惠嘛更较实。首次最杀的一个优惠方案，那任选我们旗下的台北跟嘉义的馆别，不分平假日，然后每房只要1800还含早餐，所以相信也可以带动整体的业绩成长大概1到2成。天成饭店推出1800块单暝券，定义拍1.2折。华山町大一暗各加早顿，各送披萨和米露。台北美福饭店的双人单暝券，大一暗各送2个人的早顿5200块，定义是拍32折。上水旅游嘛推出看饭啊，一天来回399块的优惠行程。尤其交通部观光局推出的220万份国旅券，目前已经有超过1000万人登记抽考啊。交通部嘛向行政院争取国加码220万份，得到行政院长苏贞昌的同意支持，希望甲今年出口8000亿的旅游商机留伫台湾。